活在當下呢4個字，大家聽就聽得多，但係點解我哋越想做到個人，反而越焦慮？其實好多時候，活在當下只係變成咗一句口號。認真觀察一下，我哋好多人表面上過緊今日，但心理上一係就為咗過去而後悔，一係就為咗未來而焦慮。特別係身處喺一個中意比較嘅環境入邊，大家出於關心，好容易會深陷喺一種攀比嘅怪圈。好似小朋友讀書咁，邊個個仔叻啲，考到邊間大學，攞到幾多好成績，呢種無形嘅壓力，往往令到家長同後生仔都拉緊咗條神經，好難去享受而家。其實睇得通嘅人，眼光往往會放得遠啲，自然會俾呢啲執着令到自己唔高興。但係呢度有一個好理性嘅反思啦，好多人一邊嗌住口號，一邊喺現實嘅當下入邊，反而冇將眼前嘅事做到最好。真正嘅活在當下，其實好純粹就係即言即行，唔使諗太多，即刻行動，哪怕係最微不足道，甚至有啲無聊嘅事，只要你開始去做，去實踐，呢個當下就會累積成為你踏實嘅過去。當你當下嘅基礎打得夠穩，你根本就唔需要去驚或者去焦慮你嘅將來。